风台拄啊过，菜有够贵，好真侪家庭主妇真正呢挡袂牢。像应菜、小白菜，即马市场讲爱一把差不多60-70块，连这牛仔粿2条嘛要65块，互因真正买袂落手。 热油鼎放蒜头见芳，青翠苋菜落油鼎炒，炒甲香讲香。风台过想要食一盘炒苋菜，爱加开钱呀。欧巴桑妈妈去菜市买菜，饭桌上接看到苋菜、白菜，细买就爱60。趁机丰台物价也是有，像地瓜叶，我上礼拜买40块，然后今天买50块，我就不知道昨天、前天也没下雨啊，为什么？ 地瓜叶也要涨，民众买菜买甲心情真歹，若是小菜类，即马拢变贵，加买牛仔粿，结果2条嘛爱65，互花走开民众拢唔敢买。爱食一定爱食，我无要安怎。菜价就要甲心啊变贵，就是因为小林说风台落大雨，东创中南部种菜所在，卖府定种菜量少。西丽果菜市场13号平均交易价数每公斤72，白菜拍卖价数每公斤102，苋菜83，汤小菜90块，油菜90块，苋菜80，牛仔粿是每公斤133块4。价格攀登到71块多，等于是巅峰了哦。杨柳台风走后，因为对本地产区没有什么影响哦，价格就自然回怼。西丽果菜市场副理听新闻讲，菜价收开市场买起摆，中盘小嘛买了无多，说落来天气若稳定，昆林种菜所在，大约要等5个月菜才大出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